耶诞节若过，就要迎接跨年了。中南部有几啊间的游乐园来公布着跨年烟火的动画影像，除了搭配着投射灯来射出着激光，嘛利用无人机做出着各种的图案，这个声光的效果拢真赞。 最新的冷光烟火，先模拟出台湾山峦的美景，说来烟火袂输是水墙同款。另外，主办单位阁搭配无人机，导出各种的图。南部游乐园今年的跨年阁用12寸的大型烟火，效果真好。那我们往年的话会放8寸左右，那今年是放到12寸。那这个数量呢，也是全台跨年史上就是这种大型烟火最数量最多的。另外一间中部游乐园是用投射灯模拟出极光，再加上10分钟的烟火，要将国外浪漫的景象搬来台湾。极光的美景来创造这样一个效果，那无非是要让大家在台湾这种热带地区啦，那一样亚热带地区的东西，也可以享受到看到那个极光的美景啊。 2019春较无一个月，跨年各种行程甲活动纷纷的公告，灿烂的烟火效果十足的灯光表演，让民众伫感动中迎接新的一年。